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嘅頻道。今日講嘅嘢呢，係嘅幾有意思嘅問題嚟嘅。大家有冇發覺中國人有個特點啊？無論去到邊度，尤其是到咗國外，最中意問嘅問題呢就係呢度安唔安全啊？有冇中國咁安全啊？係咪啊？大家睇下 YouTube 上邊幾多中國人一到咗出邊都係問呢個同樣嘅問題。佢哋會話美國好亂啊，有槍；歐洲賊咁多；泰國唔穩定，仲會割你嘅腎啊！然之後咧會好驕傲咁樣話中國最安全㗎啦，半夜出門都唔驚。但係我今日想講另外一句説話咧，就係中國唔係最安全嘅地方，而係最擅長掩蓋危險、製造幻覺嘅地方。你所睇到嘅穩定都係假嘅，你感受到嘅安全係有代價。今日我哋一齊嚟解構呢個迷思：中國嘅安全究竟信唔信得過？中國嘅治安係咪真係咁好、真係咁安全呢？大家總係話中國嘅街頭非常之安全㗎，手機掉咗都有人執翻嚟。但係你諗過未啊？你所睇到嘅中國嘅公開嘅治安數據，你冇睇到過啊？你所在城市每年有幾多強姦、搶劫、命案，你查唔查得到啊？因為所有嘅呢啲數據都係封閉嘅，喺公安局嗰度咧，你永遠都睇唔到真實嘅數字，不對外、不透明，冇第三方監督，亦都冇有媒體可以自由咁樣報導。大家記唔記得啊？2022年唐山燒烤店打人嗰單嘢咧，幾名女仔深夜喺出邊食飯，遭到咗流氓嘅滋擾圍毆，監視畫面流出之後，地方政府先至反應。喺嗰度之前咧，警方早已經冷卻處理。如果唔係因為有啲影片外流，呢件事可能就係平安咁樣落幕咗。平安落幕。2023年喺貴州、廣西等地嘅商場嗰度斬人嘅事件亦都一樣，媒體唔會有任何嘅報導，社交媒體咧亦都會被刪除，家屬被逼得都唔敢發聲。你唔係生活喺一個冇犯罪嘅社會入邊，而係生活喺一個唔俾你知道會發生啲咩嘅社會入邊。報警有冇用？好多女性家暴、性騷擾，警察都勸佢哋家冇事啊，唔好鬧咁大啦。基層弱勢報案被踢皮球，維權可能反而會被捉走。呢啲係咪安全啊？呢啲有冇法治保障咧？其實呢啲都只不過係信息封鎖下邊嘅幻覺嚟嘅啫。就講下日常生活中係咪安全嘅？中國最唔安全嘅地方唔係街頭，而係你每日所生活嘅細節，你所食嘅、洗嘅，仲有你去睇病嘅。如果你做生意嘅咧，你生意係咪會受到滋擾？從三聚氰胺、毒奶粉、地溝油、膠水粉條到腳踩酸菜，呢啲食品安全嘅問題報導之後，你冇見到有幾單嘢係會得到正常咁樣報導同埋收工嘅咧？喺我印象中，一件都冇，係一件都冇。仲記唔記得2023年啊，江西安徽好多間中小學嘅學生食午餐之後咧，發生咗食物中毒、嘔吐啦、腹瀉啦，家長上訪都冇用，承包商亦都一樣正常咁樣繼續佢哋嘅生意，你一樣嘢都投訴都揾唔翻。呢個就係食品安全嘅
記唔記得啊？係每一個人每日生活中所面對嘅嘢。仲有醫療安全咧，記唔記得武漢肺炎疫情㗎？一藥難求，即使嗰啲係有所謂有人脈嘅人，托上托下都揾唔到一啲救命藥。響手術中入邊嗰個麻醉係非常之重要嘅，但係咧國產麻藥出現咗麻藥不麻，做手術做下可以做到痛醒嘅，呢啲係咪好多人驚啊？麻藥不麻呢樣嘢好多人驚嘅咧，就係響手術過程中痛到醒啊，都要繼續留響於手術室入邊繼續咁樣做手術。而呢啲醫療糾紛咧，你響出邊可以睇到幾多單啦？有咁多醫療事故，你得睇到零星嘅嗰一單兩單嘅報導，仲有幾多人深受其苦啊？呢啲醫療安全嘅問題，似乎好多中國人呢啲問安全嘅問題冇問過，呢啲唔算安全問題嚟㗎。佢對佢哋嚟講，經濟安唔安全咧？有幾多人知道2022年河南村鎮銀行事件啊？大量嘅儲戶嘅錢銀係被銀行侵吞咗，然之後咧，政府用咩手段嚟保持太平嘅表象咧？用健康碼，所有呢啲河南村鎮銀行嘅儲戶全部被標記咗紅碼，一出屋即刻就俾人哋截翻嚟，亦係投訴無門嘅。仲有中國大大細細咁多個體戶啦，有間細細啲嘅餐飲店啦，消防、工商，大大細細啲細鬼咧，需要俾幾多紅包啊？呢啲似乎佢哋冇人將呢啲係當做一個經濟安全嘅問題嚟睇嘅喎，係咪好搞笑啊？喺呢度我想講句生命安全嘅問題，其實呢樣嘢喺廣東南方發生比較少嘅，主要發生嘅地方係河南同埋安徽，就係半夜無預警泄洪。2023年河南安徽其實唔係淨係2023年，係幾乎每一年嘅夏天，呢兩個省咧為咗保護大壩、保護市區，都喺半夜泄洪。半夜泄洪啊！冇任何預警，最慘係咩人啊？中下游啲老百姓咯，普通居民咯，農民咯，村民響睡夢中就被浸咗，毫無預警，冇疏散，冇説明，唔單止係家財損失慘重，仲有人失蹤，更加之係有人死亡。而政府嘅講法只係一句：因應緊急調度嘅需要。呢個就係中式嘅治理，有災難先保治標，唔保人命。你係農民，你住鄉下，你嘅命就值得被犧牲。你講嘅中國安全咁樣嘅體制，連通知都唔會俾一聲俾你。喺中國最大嘅不安全，亦都唔係啱先講嘅災難，而係你唔可以講嘢。2022年嘅白紙運動，全國幾十座城市嘅年輕人高舉白紙上街，淨係張 A4 白紙咋？因為佢哋想講，我哋受封控受夠咗啦。結果咧，成百上千人嘅被帶走，部分人失聯係到依家都未放翻出嚟。2023年100萬粉絲帳號，李老師唔係李老師，揭露各地嘅疫情真相之後，全平台封殺。你睇你嘅微博，你發你嘅朋友圈，一句説話就可以令到你丟掉工作，入派出所拉，變成黑名單。呢啲叫做安全咩？呢啲叫做緊箍咒。我哋不妨問一個更加深嘅問題：點解中國人會咁驚唔安全？去到邊度都要先問一句：會唔會亂？其實呢個背後嘅因素係非常之複雜嘅。首先係歷史嘅創傷啦，唔單止淨係因為半個世紀之前嘅文革啦、大饑荒啦、
武漢清零啦，甚至乎可以追溯到更加早、更加舊嘅歷史嘅。中國從秦始皇起就係中央集權，普通嘅百姓係從來都冇參加到政權，朝代一亂咧就民不聊生。每一次政權嘅交替都意味住流血、飢餓同埋死亡。於是乎，中國人嘅潛意識入邊都害怕變動，將不變當作係一種安全。第二嘅就係制度嘅缺乏保障。中國嘅法律從來都唔保障個人。第二嘅原因咧就係制度缺乏保障。中國嘅法律從來都唔保護個人。你出咗事靠人情、靠背景，你靠唔到制度，咁點算咧？就只能夠祈禱社會唔好任何動亂，唔好令到自己成為一個受害者。第三咧就係媒體洗腦嘅控制。中國媒體嘅報導嘅習慣嘅就係佢從來都唔報壞消息，只係報正能量。從細個咧就教育你，國外好亂㗎，淨係得我哋國係最安全㗎咋。新聞日日咁樣報外國嘅災難、槍擊、暴動。但係從來都唔會報一次河南省死人。你所睇到嘅世界都係包裝過嘅安全嘅幻覺。呢一部分我想講下媒體，因為我個人係經歷咗中國傳媒史上最黃金嘅時期，亦即係從2000年到2014年到啦。呢段時期咧，中國嘅媒體係好開放嘅，但之後就一落千丈。中國嘅媒體係黨嘅喉舌，從來都唔會幫人民出聲嘅。每一個地方出咗事，唔係記者趕到現場，而係先問宣傳部可唔可以報啊？點樣報啊？曾經嘅財新、南方週末、人物雜誌做過好多嘅深度報導，依家幾乎全部收皮啦。2023年河南學生營養餐事件，有記者想報導，個稿寫好咗發咗上去，都未上架就被勒令唔准發行。內容冇錯到，但係時機唔啱。冇自由嘅媒體就冇公民嘅知情權，冇記者調查真相就冇人話你知咩係真正嘅危機。有一個事實真相咧，就係14億人嘅中國冇一個真正嘅調查記者，亦都係一個調查記者都冇。你覺得中國安全咩？係因為你冇睇到新聞，亦都睇唔到真正嘅新聞，而唔係冇發生任何嘢。咩先至係真正嘅安全呢？中國嘅安全係一種幻覺嚟嘅咋。你晚黑可以走夜路，但唔可以講實話。你嘅手機唔會被搶，但係你嘅賬號咧會被封殺。你唔驚睇歹徒，但係你要擔心警察會揾你飲茶。你以為社會好平穩，但其實只係冇人可以將不穩定嘅事情講晒出嚟。真正嘅安全唔係監控鏡頭有幾多，亦都唔係新聞靜悄悄，而係出咗事你可以講說話，有地方講你，亦唔會因為消聲而被懲罰。中國並唔係最安全嘅國家，而係最擅長令你以為自己最安全嘅國家。你以為中國最安全，真正嘅危險係你連發生咗啲咩都唔知。其實中國式安全呢樣嘢咧，個話題可以去到好大，恐怕係一個博士生寫博士論文都寫唔晒嘅題目。如果你覺得呢條中國式安全你都有共鳴嘅話，咁你都可以留言俾我聽嘅。大家講下呢啲滑稽、荒唐、冇邊冇據嘅安全感係點樣嚟嘅？我哋下次再傾嗰個更加荒唐嘅話題啊！